感谢夏雨书院，带我们一起来感受历史的古典美。下面，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来自素质教育学院的周若愚老师。心雨，我之前是说你的地理挺不错的，我来考考你，怎么样？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在东南亚有一个美丽的国度，它北临中国，南接柬埔寨，东接越南，西南缅甸，西南毗邻泰国。请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？这可难不倒我。这个美丽的国家是老挝，对吧？对，说的没错。在社联10周年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，咱们的老挝同生也带来了他们的祝福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素质教育学院的叶彤同学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大家应该认识我吧？好，我叫叶彤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老挝歌，我希望大家在这舞台上能够喜欢啊，谢谢。Lord,